最近天气无稳定，地区台南新市传出丢热病灾情，农民就讲，剩无90天就要挂稻啊，长病了后产量尚无减4成。农改场也讲，这确实和天气有牵连，建议农民伫咧抽水前3天就爱先除药啊，做好管理，才会当来降低这病菌的感染。 规大片当猪米田本正青金金，这是农民对去年种到当的心血。佮10天因准备通收割，不过新市潭顶里部分残河，所有侪猪米田出现丢叶病，地区稻尾打起，里外都入장结出来7甲拢下到。农民讲5天前就捌发生过，损失惨重。迄阵产量尚无减4成，因惊灾情继续拖。毒素全部拢伫天空顶嘛，就是经过即个落雨，落足大，好，拄啊落足大。 啊！甲所有的有毒的物件拢带落来，拄啊，阮遮歹运嘛，阮拄啊咧节水啦。有风地，伊有小可有煮起来，不过伊的蔓延一直会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拖愈济。 丢叶病常在出现伫较湿淡的环境，加上因为风、雨甲鸟仔，病菌才拖较真紧。农改场建议农民抽水前3天就通爱铺药啊做管理，兼环境爱管好清气，来降低感染的几率。虽然被伤害无法度以天然灾害来赔偿，也毋过农粮署指出，若产量损失超过2成，会当申请丢作保险。上重要就是讲，伫这个稻啊，咱水稻抽水前2、3天，一定爱落去甲做防治。 就是讲，甲迄个环境用清气，啊，这水也抽起来了吼，伊就无这菌的去感染，啊，这时阵就较袂着这丢热病。区域的平均产量有低于过去5年的奥林匹克平均的80%，基本型的保险就会理赔。如果它是加强型的话，只要低于5%的话，它就会有理赔。有农民质疑保险赔偿标准以5天来平均产量来算无合理，农粮署回应，因逐天拢针对稻仔的产量做统计甲同样的调查，并未因为好歹年冬来改变统计方式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